不过乡亲啊，这只海翁就互人看到真心疼咯。伫花莲发现一只海翁靠打死亡，海洋保育署就甲解剖化验，结果发现伊的胃拢是粪扫。这个布袋有4骹，大型的塑胶袋有6个，另外阁有塑胶蚴仔甲鱼线，因为无法度消化，拢卡伫个胃。上互人唔甘的是，这只海翁嘛已经有身咯。子宫有一只小海翁，母仔囝是一尸两命，真正互人真唔甘。到底这个麻布袋可能是装什么的？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材质的，可能是装什么？以前我们真的没有。对岛顶的物件详细研究，这拢是不应该伫海洋内出现的。先对海洋的胃摕出来，有4个麻布袋、6个塑胶袋，也阁有塑胶蚴仔，长期累积无法度消化，一直掉伫海洋的胃内面。这只海洋被海巡发现靠打伫入无溪口北岸，身上有伤，早就已经无气。结果腹肚一破开，至少伫3个胃内面发现这个全粪扫。使人伤心的是，伫伊的子宫内面也阁有细只海洋，已经165公分大，阁几个月后就要出世。认为粪扫是毋是海洋妈妈无命的主要原因，也在调查，但是一定影响到伊的消化。自身的垃圾要带回来之外呢，也希望能够在海上看到海漂垃圾，能够顺手把它带回这个港口，然后来回收哦。即马海洋保育署嘛对渔船开始推广，毋通搁再甲废弃物弹落海里，诚做环保感对于周围生态尽一分心力。